大亮点就是裸视3D 沉浸式体验、AR 扩增实境以及那个 AI 沉浸式体验，还有3D 的地贴，这些都是着重在视觉的效果。我们希望让大家来玩的时候能够因为这些视觉的特效，然后会想要做拍照，然后或者录影，然后再上传到个人的社群媒体，来达到一个扩散的一个效果。这个科艺之旅当中，我们设计了很多首次在台南出现的裸视3D 的这个视觉效果。除了用昆山这个地名去延伸出这个大禹的祝福这一个主秀之外，另外我们还运用了台南的这400年来著名的一些古迹，做成一个古迹的列车，然后带大家遨游这400年。还有大家最怀旧的，就是比如说台南小时候大家在玩的童玩，比如说这些打弹珠啊、俄罗斯方块啊、铃鼓啊、小鸭啊，我们把这些玩具跟童玩融合在我们的裸视3D 里面。在我们的沉浸式体验里面，我们除了回顾400年来的这些古迹之外，我们还让大家看到了从以前到现在的台南这些年来的这些演变，然后所以变成说我们利用一个时间跟空间的维度，从400年前的台南一路回顾到未来的台南，我们发出一个讯号，告诉大家说未来的台南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然后结合了比如说跟台南有关系的这些音乐人，然后这些文化古迹的内容、自然的场景，融合在这次的科艺之旅当中呢，希望大家更认识这400年来台南的变化。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看到我们台南跨世纪科艺400科艺之旅哈，那充分显现了这个我们用一些科技可以从我们过去回溯过去，一直到看到现在，一直到展望未来。那尤其是对自己的名字来做藏头诗，我相信很多市民，我觉得一定会觉得很新鲜。好，那用自己的图像来经过生成式 AI 来做成这个古代的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戏剧人物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那所以说欢迎各位好朋友福老西大的带小的亲子，不管是到和乐公园或者来这边观赏我们一些跨世纪的这个科艺之旅，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好。那我相信在展期期间一定能够让很多市民朋友留下深刻印象。那不管是在哪一个在货柜屋，或者在这个裸视3D 每个小时表演4次，这些都是会让人很开心、很惊艳的。欢迎大家来到和乐广场观赏我们跨世纪科艺400之旅。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1月22號禮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根據 WHO 資料顯示，最近1、2個月 COVID-19 疫情有變嚴重的趨勢，加上要過年恐驚會增加傳染的機會，是呼籲民眾要趕緊做新冠疫苗XBB， 提升保護力。根據疾管署統計，早至1月17日，台南市新冠疫苗XBB 的接種率無到4%，較少於全國平均。疾管署嘛公布，具有的疫苗現在保護力接近於0，因此接種新冠疫苗XBB 是遠離病毒的重要關鍵。根據全球的一些資訊，我們知道過去不管你打了4劑、5劑，那一些呢看起來到現在抗體的保護力都已經下降。所以呢，對新的這個變異種，它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保護力。所以說呢，這個 XBB 的這一劑一定要追加，好讓我們的免疫力不歸零。市長黃偉哲22號也特別來到安平衛生所，關心現場民眾接種的情形，也誠懇呼籲市民朋友要踴躍接種新冠疫苗 XBB。這次過世的人因病故的人，大多數是65歲以上的老人。那以台南市來講，
我们从1月到现在已经有7个人过世了，那将近过半的人过半的人都是年长者，因此我们还真诚的很希望说，各位长辈、各位好朋友，不管是你是年轻还是年长，就赶快来施打。这个施打能够让这个自己跟家人都得到保护，那也不会传给家人。那所以说，这个部分过去有人施打个2剂、3剂、4剂了，事实上都已经超过了这个保护期间了，所以要赶快来再施打。为提醒民众接种意愿，卫生局也送予接种XBB 的民众一支体温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年满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朋友，也加码送出10个 COVID-19 快筛，就是希望民众会当踊跃来接种保健康。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这届立委选举，民进党全国第1关票，同时也是台南第1名的陈亭妃。12号正式展开徛铁马射票之旅。除了感恩，也要来听市民的心声。上午，伫大港寮大行宫出发，要来为台湾加油。立法委员陈亭妃上午伫家己的小妹陈怡贞议员、甲大港里长、大行宫管理委员会主委等人的陪同，深深向着大港寮在地大行宫社府元帅来上香祈福，感谢这届立委最高票来当选连任。陈亭妃表示，虽然这届突破过去，摕下超过70%的选票，不过对着民进党立委的失处，并无预期的理想。伊嘛将以骑铁马走访庙宇的方式，一方面为台湾来祈福，另外嘛谦卑要来听出基层的声音。这道这个安排这个深度的感恩祈福上主要是因为要感谢大家对亭妃的支持，让亭妃会当得到咱民进党全国第1名而且嘛是咱全国女性的第1名，嘛是咱台南立委的第1名。所以咱嘛知影这道其实民进党的立委伫咱整个最后的实处并无咱预期的理想所以咱的乡亲时代会当互亭妃这个鼓励，咱突破咱家己过去。这个成绩，然后我们可以超过70%，嘛得到的这么悬的这个选票成为民进党全国第1。我想这个部分对亭妃就是一个鼓励，嘛是一个加油所以在这个现主时咱嘛看到国会都还没立委才一开始开议大家就为了立法院院长吵成一团，然后还有政党说立法院院长要提出政见，所以这可见的在未来在整个氛围当中可能会比较诡谲一点所以呢我们会在宗庙当中去做祈福，咱希望为台湾祈福，为台湾加油。咱希望大家各政党是为着咱百姓的利益甲百姓的未来，大家共同打拼绝对不是为个人的政党所以我希望我们展开祈福的一个这个宗教之旅，也除了是感恩，也是祈福，为台湾加油。陈亭妃表示，家己永远拢是和家己走相约的人，伊真感谢乡亲一直做伊的后盾。伫个未来国家关键的时刻，伊会更加谦卑来回应民意，找回人民的信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24年是台南400寿喜安平饭店，也伫今年开幕，用安平古堡外观的特色来做饭店的设计，让旅客感受到互相的美好。恭喜我们台南的寿喜安平饭店的事业呢，可以一帆风顺。伫台南市长王伟提等各界贵宾的见证之下，由台邦建设所兴建的寿喜安平饭店正式开幕。6星级还不足以形容它的一个精致美丽，充分体现了许许多能够来到安平地区，他也看到精致的不管是美景还是它的旅宿通通都是最好的。为着让旅客感受富城之美，因此饭店外观是致敬8当历史的安平古堡，同时选用红砖、乌叶甲白树建造，带着旅客为意象出发，品味安平的人文生活。怎么让安平这个很漂亮的地方要更漂亮，跟安平的一些美丽跟特色在一起融入这个安平表达，让
大家知道。饭店总共有42间房，每一间拢有无同的设计理念。行到关景台顶，也可以当看到安平的美丽风景。外口也有地设工行，同时也搁打造全台第一座沉浸式活动空间。那在开幕期间到2月8号，我们都会有7999冠军专案做优惠。那配合了甲子园茶叶以及 VWI 2017年首冲冠军的咖啡豆。那在2月8号之前，豪华客房1大床特殊专案，我们预估在今年的建成400年将上看90%的住房率。2024年会当讲是观光大年，饭店业者选伫这个时阵来加入，唔但提供旅客来台南旅游的全新选择，更让旅客看到台南四百。台南市民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喜秋万风景有200多年的历史，今年要举办12年一届的做节活动，特别成立委员会。19号暗时也举办授证典礼。台南市南区喜秋大天府万风景庙厅暗时热烈滚滚，由精彩的宴会秀替驾驶年的建筑委员会授证大典亮开序幕。喜秋大天府万风景2年拢会举办3条王石大典。去年10月间，着请示王爷向玉皇大天尊禀报决定起鼓日，还佫有跋杯遴选相关事项。会当讲是地方盛事，真荣幸啦吼，会当来担任这个咱的万隆宫三府千岁吼，这个建筑主委这个职位啦吼，这是一个荣幸，嘛是一个责任啦吼。我希望这科照吼，咱会当安尼来甲伊办落安尼圆满吼。这抽皮头半冬的时间啦，已经足侪现的事都已经产生。真感激。庙方也成立建筑委员会，由主委蔡忠秀替建筑委员会主委王仁兰董事长披上彩带，随后颁发聘书，邀请市长王伟棣担任建筑名誉主委，立委陈廷辉、林俊宪担任建筑名誉副主委，建筑顾问团由在地议员来担任。12年前，咱的顶科照咱的王船吼，就是迄时阵咱的市长有赖清德来开讲点的，今年已经加做咱的赖清德总统啊，希望咱佫请伊倒转来。咱也希望讲，即届咱甲新年12当一届的基安建筑大典，今仔日平安福宴食落了，会使讲头拄啊放宴会，会使讲开始起跑啦吼。即届呢，咱万隆宫要做就12当一届，甲咱这乡亲是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做为来共享成果。庙方表示，目前请示的照典起鼓日是今年的11月27号，建筑委员会将会来全力筹备这场盛事。科仪时庭也将请示王爷跋杯摆定，到时欢迎各地善信莅临参拜。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德才宫联合议员郑之杰，台南市善恩关怀协会举办公益活动。捐赠红包甲物资，予东区的弱势朋友，予因会使好过年。岁末送暖，感恩相伴。台南市德才宫委员会伫第3任主委的带领之下，和议员郑之杰共同举办岁末送暖活动，捐赠予东区自强里、东门里、仁和里、中近里、中西里以及后甲里的弱势族群。每一户礼捐500块，现钱礼盒、白米等民生物资，希望会当陪伴因过好年。那自己很荣幸，今年第2次跟德才宫来做这个社区的这个我们里民的这个寒冬送暖。自己也希望在明年还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德才宫还有各界所有的好朋友，能够继续的集结这个善的力量。不管是公部门也好，我们私部门也好，大家都公私协力哈。希望能够让一些我们弱势的，包括低收中低，还有一些特进比较边缘的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有一些物资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红包能够让他们过个好年。寒冬送暖的活动，让我们各里的里民或者说弱势或边缘户能够得到这些温暖的感受。那很感谢德才宫主委。德才宫是一间专门救灾的庙宇。平常时受各界捐款，伫岁末年终的时阵，帮助弱势族群，使人感动。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也颁奖感谢状来表达肯定，
希望会当继续公司协力，让社会弱势会当感受到陪伴甲关怀。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因在2004年、06年，佛光山南台北院美术馆举办王国和的水墨世界活动，要让民众看到美丽的台南。佛光山南台北医佛光园美术馆热闹滚滚，基本界贵宾拢到场，也有人送到礼物，祝贺王国和老师的水墨画展展示成功。要深入生活，要非常仔细观察。仔细观察以后呢，才能够有所体悟，把好的东西、好的状况、情境，把它诗情化，用我们中国话的笔墨技巧，把它升华成好的境界，让它表达出来。今年好用台南400，王国和老师再来一把台南古城回忆的作品，其中川流不息画中的罗水溪是台湾的母亲之河。长桥卧坡的展门溪是台南的母亲之河，孔庙圣域是全台首合孔庙，特别将这300圈做伙，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是以文化为基础。那王老师也是多年作品没有如此盛大的一个对外公开来做展出，所以这一次的作品都是他这几年来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些创作。那在题材的选择上，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元。那跟台湾这一块土地，跟台湾的这些所谓的风景名胜山川水景，其实都有密切非常的关系。王国和老师的这个画展，相信一定不会让你这个一定是不虚此行的，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从老师画里面会让你看到很多的感动。王国和第2次水墨创作作品大部分拢以山水为主，具有乡土情怀，得到一个奖项肯定。看到台南400回故乡办展，非常难得，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欣赏。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第1届木艇杯奇幻体验离岛滑步车比赛，20号伫安平游艇俱乐部登场，活动吸引了250名离岛报名参加。透过比赛，要让选手训练平衡感、甲体力，嘛让民众有一个快乐假日。由游艇俱乐部举办的木艇杯奇幻体验离岛滑步车比赛，20号一透早伫安平区登场。而且为了鼓励寡侪小朋友，比赛嘛分为2岁、3岁、4岁、5岁，以及6岁到8岁组别，确保无同年龄层的小朋友拢会当公平参与。现场观赛家长嘛摕起相机记录囡仔活泼古锥模样。除了滑步车比赛，现场嘛有游艇体验项目，让民众有约体验。游艇俱乐部执行长张宏文表示，这次将游艇的体验甲儿童滑步车比赛结合，是一个新形态活动的尝试。滑步车是一项会当促进儿童平衡感甲协调能力发展的运动，而游艇则是一个具有亲子强度的休闲运动。希望透过这次的规划，让儿童在比赛当中还是挑战自我。同时，嘛会当促进亲子之间的感情。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府日前举办大台南公共运输自由夜车，甲游龙驾驶表扬，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颁奖，当中有20位游龙驾驶，甲12间夜车受到肯定。大台南公车这几冬来，除了提升硬体设备，更加重视人的服务。因此，每年举办优良驾驶的表扬，今年都经过业者甲公工会推荐以及民众的票选，总共选出20位优良的公车驾驶，甲10位的客运车优良驾驶，以及12间职优的业者。日前有了市长吴伟特亲自来颁奖表扬。特别在过年前借这个机会来颁奖给我们优良驾驶长以及优良的公共运输业者，中间包括大客车、客运以及小客车、计程车。其实因为台南幅员比较辽阔，所以
相当依赖这个公共运输。可是过去的公共运输因为品质服务不是很 OK， 所以说就越来越就是越来越式微就是这个是有些路线都停开了。那这样子的话也影响到民众的行的权益。所以从过去赖清德市长老市长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努力想恢复增加更多的公共运输路线。现在已经有145条公共运输路线，其中包括31条小黄公车，其他的是大型公车。因此呢，我想说未来还是持续在质跟量上优化我们的公共运输，可以让民众不要老是都自己开车骑车，这样一方面更危险，一方面运输效率没有像公共运输那么高。我们一定会努力来慢慢来在民众行的权利上努力来往前踏出更大的一步。在优良驾驶当中，其中新领客运公车司机赖俊宏，因为常常爱服务轮椅族，累积超过300人次，获颁爱心服务奖。而市区客运职优的业者，优等的有新领客运、兴隆客运、加汉城客运。而客停车职优等的有台湾大车队、港龙大车队、大都会卫星加成功卫星的车队等。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1月12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万金，再会。